聖經當中嘅牛同埋驢，代表住雖然牛驢係愚笨嘅牲畜，但係佢哋都能夠認識主。喺我哋嘅信仰生命裏面，我哋會唔會比牛同埋驢更加愚笨，唔能夠認識主呢？喺舊約世界當中，牛通常同祭祀服侍連結埋一齊，佢係喺祭壇上面嘅祭牲，係田間勞苦耕作嘅動物。牛象徵住人對上主嘅敬拜獻上，亦象徵住生命嘅耕耘喺主裏面嘅忠心勞力。耶穌基督降生唔係一個溫馨嘅故事嘅開始，而係走向十架捨己之路嘅起點。我哋若要真正回應呢位降生嘅主，唔係淨係每年感動一下，而係要學習將自己嘅生命當作活祭獻俾上帝，喺日常生活當中忠心咁樣服侍佢。至於驢喺聖經當中亦別具意義。喺舊約裏面，有時君王騎驢進城，象徵住和平嘅王而嚟，唔帶戰馬刀兵。喺新約裏面，主耶穌亦都騎住驢駒進入耶路撒冷，應驗先知嘅預言，顯明佢係溫柔謙和嘅君王。驢既唔光彩動人，亦唔被人欣賞，只係又穩重又硬朗咁樣負起重擔。佢成為一個美麗嘅象徵，上主常用卑微唔起眼嘅人同埋事嚟盛載佢嘅同在，走入人群同埋歷史當中。將臨期第一主日嘅聖景係一幅未完成嘅畫，馬槽仍然係空嘅，救主似乎仲未到，好多主要人物大都缺席，故事睇起上嚟仲未展開，只係有兩隻安靜嘅牲畜喺簡陋嘅地方嚟到等候。呢個唔單止係禮儀上嘅安排，亦都好似我哋真實嘅生命光景。喺我哋嘅人生裏面，其實都有好多未完成嘅部分，可能係未得醫治嘅關係，未解決嘅困難，未體現嘅出路，未明朗嘅將來。將臨期唔係叫我哋逃避呢啲唔完整，而係邀請我哋帶住呢一切嘅唔完全嚟到空空嘅馬槽前，同牛驢一齊學習安靜等候嗰位要嚟嘅主。有啲時候我哋以為屬靈一定係要乜都睇得清，計劃得好，完全掌握，但喺信仰嘅路上，上主往往係喺我哋唔明白、唔完全、唔掌握之中，靜靜咁樣臨近，溫柔咁樣同我哋同在。